功夫皇帝李連杰官宣退休，唔響清福反闖短劇圈，新身份藏住大野心。娛樂圈嘅瓜從來都唔會缺席。功夫皇帝李連杰呢幾年根本冇淡出大眾視線，由之前網上瘋傳嘅逆齡變後生相，到佢親自落場辟謠，再到最近喺社交平台甩出嘅重磅片，直接震爆全網。呢位銀幕上飛檐走壁嘅功夫巨星，正式宣布退休啦。但重點來啦，李連杰呢次退休根本唔係真係想拎起身響清福同觀眾講再見，反而喺偷偷地別大招，盤住大計劃。年過花甲嘅老戲骨，放住安穩日子唔過，硬要另辟蹊徑。佢到底喺打緊咩算盤？全網估到風，直到佢本尊親自出面，先至將所有真相攤喺台面。講真，李連杰喺娛樂圈嘅地位，絕對係頂流中嘅頂流。只要一提功夫巨星，冇人可以繞開佢。呢幾年關於佢嘅傳聞就冇停過，一時話佢身體垮咗，一時話佢隱居養老，每次都可以掀起一波熱議。更何況前段時間嘅逆齡大瓜，直接鬧到沸沸揚揚。前段時間網上突然彈出一大批李連杰嘅近相，相入面嘅佢精神奕奕，比起之前公開露面嘅時候硬朗好多，瞬間被網友瘋傳逆齡生長回春成功。各種離譜嘅猜測接踵而至，有人話佢找到咗獨家養生秘方，日日調理先至恢復狀態，仲有人更誇張，話佢集重金做咗高科技醫美，先至做到凍齡，甚至有自媒體編出各種調理細節，淨係為咗博眼球賺流量。呢波傳聞發酵咗好耐，各大娛樂平台短視頻賬號都喺刷，相關話題反覆上熱搜，閱讀量分分鐘破億。粉絲睇到又開心又疑惑，開心嘅係李連杰狀態變好，疑惑嘅係呢個變化來得太突然。畢竟佢有甲狀腺疾病嘅消息早就唔係秘密，之前幾次公開露面都係身形消瘦、精神萎靡嘅樣，令唔少人睇住心疼。而家突然逆齡，難免會諗多咗。面對鋪天蓋地嘅謠言，李連杰終於坐唔住，冇叫團隊出面，反而親自上陣，透過自己嘅社交賬號發咗一條短視頻。片入面嘅佢冇開濾鏡，冇化妝，素面朝天，就係一個普通60幾歲老人應有嘅樣，直白打破逆齡生長嘅謠言。那些所謂嘅秘方醫美，全部都係無稽之談。佢呢次一露面，所有謠言瞬間不攻自破，網友都終於放下心，紛紛留言真實就好。本來以為辟完謠，李連杰會繼續低調過日子，間中分享下日常，點知冇幾日，佢又甩出一條重磅片。今次唔係辟謠，而係直接官宣退休。消息一出，成個娛樂圈直接炸鍋，熱搜霸屏，評論區塞爆，老粉絲集體破防，感慨自己嘅青春徹底落幕咗。李連杰喺片入面講得好實在，年紀大咗，身體都頂唔順啦，再都唔係當年那個可以喺片場連續打幾個鐘動作戲，唔使替身嘅年輕人。呢幾年拍功夫片，對身體嘅消耗太大，各種傷病纏身，而家只想體面退幕，將時間留俾自己去做更有意義嘅事。講起李連杰嘅成就，真係內如天花板級別，數都數唔完。年輕時候嘅佢係武術圈嘅傳奇，攞到嘅冠軍獎盃可以擺滿一屋企，憑住一身好功夫，年紀輕輕就響遍全國。後來轉行做演員，一部少林寺橫空出世，直接紅遍大江南北，開啟咗華語功夫片嘅黃金時代。之後嘅幾十年，佢塑造咗一個又一個經典角色。黃飛鴻入面風度翩翩嘅俠義宗師，方世玉入面活潑精靈嘅少年英雄，英雄入面心懷天下嘅刺客，每個角色都刻進咗幾代人嘅記憶入面。佢嘅功夫戲利落瀟灑，將中華武術嘅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，唔單止喺國內封神，仲成功闖去好萊塢，令華語功夫片走向世界，成為國際上公認嘅功夫巨星。但再勁嘅巨星都頂唔過歲月無情。隨着年紀增長，佢嘅身體越來越差，甲狀腺疾病嘅困擾，常年拍戲留下嘅傷病，令佢不得不放慢腳步，慢慢減少拍戲頻率。呢幾年佢好少再拍動作片，間中露面都係低調行事。大家其實早有心理準備，但真係等佢官宣退休，仲係忍不住感慨萬千。但冇人估到李連杰嘅退休只係告別幕前，唔係告別娛樂圈。
佢偷偷醞釀嘅大計劃，比起繼續拍戲更令人意外。官宣退休嘅同時，佢直接曝光咗自己嘅新身份——築夢人。呢個名聽落文藝又炫富，講白咗就係幫年輕人實現夢想，俾那些有才華冇機會嘅年輕人搭橋鋪路。李連杰話自己而家都係老豆啦，睇住身邊好多年輕人喺追夢路上迷茫掙扎，找不到方向，攞唔到機會，心裏好有感觸。佢喺娛樂圈摸爬滾打幾十年，積累咗無數經驗同資源，人脈遍佈影視圈、武術圈。佢想利用自己嘅呢啲資本，幫年輕人少走啲彎路，令真正有才華嘅人可以被人見到。呢番說話聽落似客套話，但李連杰係玩真嘅，唔單止有想法，仲有實打實嘅行動。佢打算靠住社交平台同短視頻平台嘅影響力，定期分享自己嘅人生經驗、行業乾貨。無論係想做演員、當導演，抑或係創業、搞藝術，只要遇到困難，都可以喺佢呢度攞到參考建議。佢唔想當高高在上嘅導師，只想做個過來人，分享自己踩過嘅坑、行過嘅路，幫後輩避坑。但呢仲未夠，李連杰嘅野心比起大家估嘅大得多。佢直接跨界，一頭扎進最近爆火嘅短劇圈。要知道，短劇呢2年真係紅到發紫，各大平台每日都有上百部短劇更新，時長短、節奏快、劇情夠抓馬，特別貼合現代人嘅睇片習慣。唔單止觀眾中意，資本都封咗咁入錢，堪稱而家最熱門嘅賽道。好多人都疑惑，李連杰拍咗一世大製作電影，攞過無數國際大獎，點解而家走去拍短劇？呢唔係自降身嘅咩？其實根本唔係咁回事。李連杰看重嘅唔係拍咩，而係可以幫到邊個。短劇製作周期短，成本低，試錯率低，可以俾更多年輕演員、導演、編劇機會，唔使好似拍電影咁，要面對巨額投資、嚴格審核，新人好難有出頭之日。而且李連杰投身短劇，唔係掛個名，當個投資人就了事，佢係真真正正全身心投入。由劇本篩選、演員挑選，到拍攝現場把控、後期製作打磨，每個環節佢都親自過問，嚴格把關，一啲都唔敷衍。呢種認真嘅態度，令好多業內人士都刮目相看，亦都打破咗大家對佢退休養老嘅猜測。有人可能會講，李連杰都退休啦，仲咁多搞作做咩？其實佢心理精得很，自己雖然好少露面，但影響力依舊冇減。呢幾年，無論佢發咩動態，轉發量、評論數都係幾十萬起步，粉絲基數龐大，而且都係追隨佢幾十年嘅老粉，號召力依舊勁到爆。對好多人來講，李連杰早就唔單止係一個演員，更係一個時代嘅象徵，代表住華語功夫片嘅黃金年代，承載住幾代人嘅青春記憶。所以當佢話要幫年輕人，無論係網友、業內人士，抑或係資本，都願意信佢、支持佢。佢亦都正正看重自己嘅呢份影響力，先至可以更好地推進築夢計劃，幫更多年輕人實現夢想。